One look give 'em flash, beat drop with a big flash. 시작되는 순간 끝나버린 판단 기회를 어디 사라지지. 你们4个身材还是不错的，就是不知道活儿怎么样。这个不错，我很满意。就你了。他真是把我当男模了。遵命，金主大小姐。专心点儿。我昨晚真的睡了个男模。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他希望在临死之前，我们能够有一个孩子。你准备一下吧。这是我给你找的男人。秦秀涵，你要我跟别的男人生孩子？你要我跟别的男人生孩子？不然呢？我们协议结婚那天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的身和心只属于如烟。秦秀涵，我爱了你8年，没想到换来这样的羞辱。赶紧开始吧。要我跟别的男人生孩子可以，但这个男人我要自己选。行了，就不跟你玩，就不跟你玩，就打你，打你，打死你！住手！我终于找到当年在骷髅岛救我的小女孩了。这个男人无论长相、身材、技术，都是金字塔尖水平，借他生个孩子一定很不错。以后你跟着我，我包养你。包养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会所头牌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1个月给你10万。你觉得我就值10万1个月？再来。你的身材和技术，1个月10万是少了点儿，30万。1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我的金主大小姐，无力气。那我考虑一下，晚点给你回复。
给我600万，我要包养男人。我要包养男人。誓言，我是你老公，不是你老爹。你包养男人问我要钱，你不觉得你太冒昧了吗？想让我不冒昧也行啊，你跟我生个孩子。休想！我跟你结婚就是为了哄爷爷开心。我喜欢的人只有如烟。这张卡里有600万，拿了赶紧走人。真是24孝好老公。辛秋寒，你一心为柳如烟守身如玉，非他不可，就因为你认定当年救你的人是他。如果我说当年救你的人是我，誓言，我警告过你，你不要再抢人家的功劳了。当年我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他，所以你说的话一个字都不会信。出去！辛秋寒，总有一天你会为你现在的决定而后悔。多谢，见面吧，我在昨天酒店的楼下等你。好，等我一会儿，我下去找你。哇，这人好帅啊！有女朋友了吗？醒醒吧，看他的气质，根本不是我们能接触的。确实长得不错。怎么，穿上衣服就不认识了？我的金主大小姐，你昨晚明明说很喜欢我的事。低声些，难道光彩吗？上车吧。这才3天不见，就打电话找我，瘾这么大。早上我只是跟你说价格，还没有跟你说具体的要求。我现在简单说一下。不用提了，我都答应你。你都答应？我白天还有其他工作，偶尔出差。除此之外，我随叫随到。我明天要出差几天，不如趁今天，我提前预支几次给你吧。倒也不必，我瘾没有那么大，不用每天都要。是吗？可是从一进门，你的眼睛就没有从我身体上移开过。当真不想要？腹肌在放松的情况下是软的，你现在绷得这么硬，给我摸，勾引我。是又怎么样？让金主大小姐开心，是我的职责。老公，你结婚了？你结婚了？合着我是男小三儿啊？我是结婚了，但我是婚内单身。中文果然是博大精深。这什么时候又偷偷背着我进化出这么生僻的词？我是认真的，是我老公让我出来找男人的，包养你的钱都是他的。拿你老公的钱包养男人，你是会享受。放心，我老公在外面也有其他女人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带你去欺负他的女人。你不愿意就算了，我去找其他人。这个男小三儿，我当定了。又来，我饿了，想吃东西。好，金主大小姐，我看你家有厨房，
我给你做点吃的。先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吃我。没想到你还会做甜品，这是岗位需求吗？多才多艺才能抓住富婆的心。尝尝，看看能不能勾住你这个富婆的心。不错，超好吃。是吗？那我也尝尝。姐，喂，喂，师爷，你在干什么？当然是在为生物繁衍做努力了。你觉得你这样装模作样的刺激我，有意思吗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日本的著名影片啊，叫《沉睡的丈夫》。你真的很适合饰演李牧，从开头睡到结尾的丈夫。你现在马上回来，爷爷在找你。那你快点，我今晚要回老宅。村民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不管你和柳如烟的事情，我的事情你也少管。爷爷叫我回来干嘛？你不是想要秦氏的股份？爷爷说了，只要你生下秦家的继承人，就给你应得的股份。那你可以告诉爷爷，我再努力了。师爷，你为了钱还真是能屈能伸啊！对啊，我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女人。站住！如烟想去旅游，你跟我一起去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带我这个正室去给你和你的小三打掩护？要不是为了你，如烟也不会受委屈，这是你该做的。不去。10万一天。不去。15万一天。不去。30万1小时。成交。看在爷爷的面子上，我就当去遛狗了。少主好。少主 ，M 国那边生意出了点问题，他们负责人想见你。没空。金主大小姐，今晚需要我侍寝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老公陪小三去 M 国散心，要我去打掩护。列维特，刚刚你说是哪国负责人讲 M 国。去机场，非 M 国。老公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！都瘦了，拍戏很累吧？没关系，我要努力配得上你。你不用在意别人说什么，当年要不是你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你怎么会配不上我？我想啊，这就是老天安排的缘分吧，自己的老公自己救。诗言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但幸好你有你的老公，我也有我的。师爷，
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是啊，诗言，什么叫你有你的老公？难不成你得不到修寒哥的心，你就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了？那还用说吗？如烟，像他这种恬不知耻的人，根本就是毫无底线。你可别忘了，她嫁给秦总之前干过什么工作？那你说说，我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打情色拳击表演赛啊，还什么曾经的施家大小姐，我看连红灯区的站街女都不如呢。么？师爷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如烟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他就敢当着你的面打我，他分明就是看不起你。老公，诗言他怎么欺负我我都没关系，我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忍下这个委屈。可是我不能看着他欺负我的朋友啊！那你想怎么做？我要他向我的朋友道歉，但是道歉的方式要我朋友说了算。道歉是应该的。诗言，你现在过来跪下，向我道歉，然后再用你的舌头把我的血给舔干净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让你跪下，把我的脚舔干净，否则秦总的1小时30万你就别想要了。你看着秦总干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他还会向着你吧？像你这种为了钱毫无底线的女人，跟我们家如烟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秦总他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给我跪下！你们这么喜欢让我给你磕头，好，来，跪一个，够不够？再来一个。师爷，你给我住手！再敢打如烟，我就送你外公去监狱，跟你舅舅团聚。那你尽管试试，如果你不瞧你爷爷抱孙子，抽烟对身体不好，嘴馋的话，我可以陪你接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刚刚在酒吧里帮我的人是你？就是想你了。这才多久不见，突然这么热情？你老公那个畜生，你为什么陪他出来？老公陪他的心上人出来散心，我负责打掩护。不难过，你老公有的，你也会有。我陪你。你又不是我的心上人，但是我可以是你的身上人。我刚才那么对师爷，为什么他不冲我发火？难道他已经不在意我了？老公，诗言他今天太过分了，你看把我打成了这样。老公，别碰我！老公你怎么了？如烟，对不起，把你当誓言了。如果我说当年救你的人是我，辛秋寒，你一心为柳如烟守身如玉，非他不可，就因为你认定当年救你的人是他。如果我说当年救你的人是我，师爷，我警告过你，你不要再抢人家的功劳了。当年我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他，所以你说的话一个字都不会信。出去！秦秋寒，总有一天，你会为你现在的决定而后悔。多谢。
如烟，我问你，当年救我的是你吗？那为什么誓言说是他救的我？他一定是意外知道了当年的事情，想从你身上拿走更多的钱。老公，他在故意撒谎呢。没错，誓言向来为了钱不择手段，撒谎冒领功劳，他也做得出来。老公，誓言他今天这么对我，你打算就这么算了吗？我让他回来给你道歉。秦总，他人呢？秦总，我刚才看到夫人被一个男人带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亲眼所见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他们看起来姿态都很亲密，是搂着出去的。我先去洗澡。好，小丫头，我不会再弄丢你了。誓言，谁让你擅自离开酒吧的？赶紧给我滚回来！你老婆在洗澡。你是谁？我老婆的手机为什么在你手里？老公，老公，你要去找誓言吗？你们先喝，我去看看。秦修寒居然把我抛下，要去找誓言，还差点把我推倒。难道他爱上誓言？我的电话刚刚好像响了，是有人找我吗？骚扰电话，我帮你挂了。你先忍忍，我也去洗个澡。什么叫我先忍忍？我看起来有这么饥渴吗？ Who am I? Crown on your head like you were crucified. But I can't kill you with no suicide. Suicide. Kill my vibe. Well, I'm just trying to have some fun tonight. I guess we're gonna have to break the stride. Break the stride. Specific things get only nothing I like. Cause the girls gotta eat, yeah. I might 我洗好了。 be touch, but I won't take it away. Don't need to 等等， give me back. 我带那个。不要。你确定誓言就在这家酒店？是的，秦总。他以为随便找个男人跟他在一起，就能刺激到我，可笑！这么大费周章，不就是让我来找他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他这个机会。别磨蹭了，快点！好你个誓言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变个男人出来。有病吧！出去！抱歉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你不是说誓言在这个房间里？人呢？我
我现在就查，直接报警，就说这里有人非法交易，让他们来查吧。是。你好，查房。查房？我去看看。你好，查房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这里有人进行非法交易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我和我女朋友开房，并没有违法交易，你们查错房间了。好的，那请配合我们核实你的身份信息。我们这儿有女警，进去问你女朋友几个问题就好。稍等。这位男士，旁边的这位女士是你的女朋友吗？请问她叫什么名字？诗颖。完了，我不知道小白脸叫什么名字。那施女士，请问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同志，如果你回答不上来的话，就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。看来诗言不仅不记得小时候的我了，也是真的没认出来现在的我是谁。奥斯汀家族，这可是东欧最有名的军阀世家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实在不好意思，不可以查。没想到还惊动了联邦警局的同志。如果奥斯汀家族有事需要联邦警局帮助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。什么情况？这就走了？事情解决了？警察的问题是解决了，至于我们之间的问题，我叫萧晨燕，可别再忘记了。萧晨燕，可我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我明天有急事，需要出去的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。 거울 속 내가 보이질 않아 나도 이런 내가 미워지는데 怎么是你啊？啊！神经病！哎，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包养了一个男人吗？人呢？ 刚走，师爷，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嘴这么硬呢？赶紧跟我回去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我花了30万1小时的陪玩。那你先把昨天的钱给我。银行卡到账50万元。以后啊，听话一点，少惹我生点气，说不定我会给你更多。 谢谢老板。明天我要陪如烟去购物，到时候跟我一起过来。如烟，昨晚把你一个人丢在那儿，抱歉。今天这座商场的东西你随便挑。谢谢老公。 哎呀，秦总也太宠如烟了吧，真是羡慕死我了。要是有个男人能这么宠我，就是让我立马去死我都愿意。哎呀，不像某些人，就算用尽手段，秦总也不喜欢他。现在看秦总和如烟这么幸福，肯定嫉妒死了。不会啊，我现在可是一天涨到了50万呢。是呀，就不信你能一直沉得住气。 老公，这家店里有这么多衣服和珠宝，人家不知道哪件合适，你帮我挑一下。好。修寒从来都没有送过你礼物，就算你卑鄙和他结了婚，可是你却连一件礼物都收不到，
诗言，你真可怜。Make you on again. Gonna set you on fire from the inside out. Yeah, there's nothing that can save you now. Hey! There's nothing that can save you. 啊，萧总，我们是哪儿做的不够好吗？是。我真的太可怜了，你每次都能收到秦修寒几千甚至上万的衣服、鞋子、包包，不像我，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这些，只有冷冰冰的金钱陪着我，少则几十万，多则几百万，我真的太可怜了。区几百万，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哦，这位女士，恭喜你是我们店今天第一个左脚进店的顾客，踩中了我们的超级隐藏大奖。无论与您同行的伙伴消费了多少钱，您都会获得消费金额的100倍。这是您的奖励，1500万。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人家中奖了呢？不是，诗言他凭什么呀？我们有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是他中奖了？别人因为左脚先进公司而被开除，他因为左脚先进店而中大奖，这太离谱了吧！可恶，我刚刚为什么不左脚先进店？店长，要进店消费了才是顾客，他刚刚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的消费，你怎么能让他中奖？你们这么做会寒了真正顾客的心的。就是啊，每个店有每个店的规定，我们店的规定是，只要进了店，不管消没消费，都是属于我们店的顾客。多谢。就算你拿到这笔钱又怎么样？你们诗家那可是1000亿的债务，填不满这个窟窿，你诗言还是要给我和修寒当狗。把这双鞋给我拿来。老公，我想让诗言帮我穿，沾沾他的好运气。可以吗？你老婆在洗澡。好啊，反正我让她过来，就是为了哄你开心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50万一天的费用，还买不来你下跪给如烟穿鞋？秦修寒，这是在报复。哎，老公，这样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。诗言，你不是有男人吗？那他为什么不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？他工作忙，事情多，不像你，又没素质又闲，所以靠羞辱别人取乐。诗言，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看够了。你说你身边没有男人，就这么难吗？欲擒故纵？那男人神帅活又好，不知道比你强了多少。别不知悔改，秦左，让他跪下。秦修寒，你敢？我看谁敢动他！你们干什么？给我打！施小姐，我们先生为请。这是萧晨言，你怎么来了？金主大小姐又见面了，想要跟我私奔吗？
好。这是我们先生给你们的医药费，以后再敢欺负施小姐，见一次打一次。走。居然真的在外面有野男人！誓言，给我回来！你那么多保镖，还有豪车，哪来的？租的，撑撑场子。哦，还是等妍妍喜欢上我，再向她坦白身份吧，以免把人吓跑。为了讨好金主，你很用心嘛。我还能让你更开心。誓言，好你个誓言，我倒要看看他是谁。誓言，妈的，该死的野男人！ I made the perfect you in my head. Cause physically you are the blueprint. 这人体力太好，折腾了一晚，这么早就不见人了。施小姐，和您一起的那位先生让我转告你，他有事先行离开，让我为您准备了午餐，请您一定要吃。还挺贴心。誓言，昨晚在奔驰里跟你接吻的那个男人是谁？别说你不知道，我可是亲眼看见的。你看错了。难道我昨晚真看错了？那人不是誓言？我就知道，他怎么可能真的找别的男人？那不是奔驰，那是奔驰迈巴赫，比奔驰贵多了。所以，你昨晚真的去找野男人鬼混了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可不是什么野男人，他是宽肩窄腰、大长腿，有8块腹肌的帅气男人，而且他还很有绅士风度。誓言，你不知道“羞耻”这2个字怎么写吗？不是你让我去找男人的吗？到底谁不知道羞耻？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谁让你真的去找男人了？赶紧和他断开，以后不许和他见面。那孩子怎么办？不管你爷爷的死活了。我可以给你个孩子。齐秋寒，你要和誓言生孩子？如烟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都亲耳听见了，你还能有假的吗？你放开我，我要走！不要，你听我解释。如烟，10年前你救了我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发誓，我将来一定会娶你的，我绝对不会放你走的。秦修寒，不知道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。刚才我说给誓言一个孩子，是让他做试管婴儿，绝不会碰他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不喜欢誓言，我现在让他走。银行卡到账500万元，500万已经转过去了。今后的日子，不许你跟着我和眠。走。真不错呀。谁？萧晨燕。这么熟悉我的味道。你蒙着我眼睛干什么？给你个惊喜。
这些都是你准备的。生日快乐，金主大小姐。这个是我为你特意准备的礼物。据说这个是从亚特兰蒂斯挖的粉钻做的脚链，喜欢吗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是有主业的。金主大小姐，不用害羞，我是你包养的，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。50万一天的费用，还买不来你下跪给如烟穿鞋？我老公逼我下跪为小三穿鞋，我的情人却下跪为我低头，真是天壤之别。你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的？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晚上，你喝多了，随口说的。随便一句碎话而已，他都记得这么清楚。吃蛋糕吧，我亲手做的。老公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鱼，你过来尝尝。我最讨厌吃鱼了，你自己吃吧。生日快乐，尝尝。小陈呀，你对其他的金主服务也这么好吗？我只有你一个金主，而且我对你这么好，不是因为你是金主大小姐，而是因为你值得。我知道你很坚强，但是我还是想照顾你。自从外公破产，母亲去世之后，再也没有人说过爱我。怎么还哭了？这点小事就敢动了？没有哭，谁哭了？好，不是你哭的，是我哭的。以后的生日，我都陪你过。明知道以我们的关系不该这样说，我好像无法控制我自己的感情。小心点啊！像做了一个很久的梦，我睁开眼看到你的面孔。哦，没想过第一句要怎么说出口，这是我没理由却遏制的冲动，在朝日花海中想与你相拥。誓言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记起我呀？再这么废寝忘食下去，半个月
我孩子没怀上，也要先废了。萧晨嫣人呢？怎么这么早就起床啦？你在干什么？这么入神啊？都这样了，你还在发呆？快回神！乖，我在开会，别打乱，待会儿给你摸。开会？开会怎么会没声音啊？开会怎么只戴一边耳机？刚才有动静，我摘掉一只耳机听听，可没想到你一见我就对我这么着迷，把持不住。李维特，少主不是在和你偷偷的谈恋爱吗？他怎么突然有女人了？你不吃醋吗？别胡说八道，我和少主清清白白。那个女人是谁呀？长得怪好看的，看着跟少主很般配的样子。看着像华国人。元帅知道这件事吗？元帅好像打算从手底下大将的女儿中选一个跟少主联姻。少主现在自己找了女人，会不会惹元帅不高兴啊？都给我闭嘴！她是我认定的女人，只要我想选她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。5天没有来大姨妈了，怀孕了。真的怀孕了。干嘛？8个小时后的飞机回国，你自己滚去机场跟我会合。该结束的还是要结束。我老公说今天要回国了，8个小时之后机场集合，你送我去吧。我要舍不得你走怎么办？别理你老公了，留下来陪我吧。别闹！我最近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，最多1个月。等我回来，欠你的时间我会3倍还你，不，10倍。好好保重，小陈燕。这次之后，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。这么舍不得我呀？最多1个月，等我回来，我会尽快去找你。保重。萧晨燕，我们就到这里，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萧晨燕，我们就到这里，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师爷，你在磨蹭什么？你们先走吧，我要回师家看一下外公。那你自己给爷爷打电话，免得他又以为我欺负你。走吧。哎呀，妍妍回来了。表姐夫呢？他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他有事情要忙，我自己一个人回来的。我看姐夫是不想跟你一起回来吧？你真没用，3年了还没抓住他的心。要是当初嫁给他的人是我，闭嘴！瑶瑶，
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妍妍，他这是逗你，跟你开玩笑呢。修涵管理那么大的公司，肯定很忙，我们都理解。他说的也没有错，就算秦修涵有时间，也不会陪我来的。哎，妍妍呀，你以后不要总是讨好那个秦老头，要多讨好修涵。那以后那个秦老头要是死了，修涵又为了外面的小三那抛弃了你，那你可怎么办呀？舅妈，你是真的怕他抛下我，还是怕他抛下世家的千亿债务？哎，妍妍，怎么和你舅妈说话？她呀，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难道你还想像刚破产那样受人欺负侮辱吗？就是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年你从骷髅岛回来的时候，是我们给了你一个家，可是你的亲生父亲却算计施家，让我们破产。你作为罪魁祸首的女儿，就应该为施家付出代价。够了！当年的事情，妍妍也是个受害者。以后我再要听见你们任何人说妍妍的不好，就给我滚出施家！外公，您别生气，注意点身体。妍妍，要不你就跟修涵离婚吧。修涵有小三的新闻已经满天飞了，我听着都糟心，更何况你呢？外公，你怎么还关心八卦呢？我没事儿，你别听别人瞎说，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再说了，医生啊说你要少思少虑，你就别操心这些事情了啊。妍妍啊，以后施家不管怎么样，那都是施家的命数。以后凡事啊，你都要以自己为先，别再为施家委屈了自己啊。好，我知道。外公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要保住施家，我必须生下这个孩子，拿到秦家的股份。严总，维他爱已经上线了，热度很不错，上线第一天就突破了100万，同期另外2部短剧也已经拍摄完成，1个月内上线。好，我知道。早些年短剧刚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嗅到了商机，自己写剧本当投资人，第1部剧就收了2亿。现在短剧大火，我也算是吃到了红利。只不过这些钱对于施家的情况来说，只是冰山一角。想什么呢？关你屁事！你来我房间做什么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就不能进来吗？我饿了，去给我做饭去。誓言果然还是对我言听计从。今晚我想吃罗宋汤，你就给我做这个。你去哪儿？出去吃饭。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你以前可是求着我吃你做的饭的。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。我以前脑子进水了，上赶着给你当丫头，现在我脑子里的水甩干净了，不想再犯这个贱。我看你就是故意让我习惯你的厨艺，把我的胃养刁了，那你就得对我负责。说来说去，还不是得给我做饭。我不是要给你做饭，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是要揍你啊！气死我了！怎么会有这么自大的男人啊？小陈燕，你给我发的信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要忙一段时间吗？怎么突然来京师？我看到你给我发的信息就立刻回来，我不明白什么叫就到这儿，就算判死刑，你也要给我个理由吧？
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我们只是包养的关系。况且钱我已经给过你了，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，我们好聚好散。誓言，我不信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。你不是就要一个理由吗？好，我给你一个理由，我想回归家庭，跟我老公好好生活，这个理由足够吗？你撒谎，你老公根本不爱你，他有小三儿，他只会欺负你，让你伤心。是我害他，还能止痛？我不信，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没有提过他。这上面记录了几百条，全是我老公的习惯和爱好，我很爱他。那我算什么？你们之间调节感情的工具吗？誓言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有没有一刻，哪怕一刻，爱过我？从未。誓言，你够心狠的。小陈言，对不起。你怎么吃的这么清淡？他儿现在还不稳定，还是先别暴露，以免这货整什么幺蛾子。关你屁事！你，老公，如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亲手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面条。辛苦了。誓言，看见没？你闹脾气不肯给我做饭，有的是人愿意给我做饭。恭喜你，有人上赶着给你当妈，照顾你这个低能儿。你简直无可救药！发现讨好不了我，就开始恼羞成怒的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剑走偏锋的引起我的注意了？秦修寒，我建议你有空去查查脑子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誓言现在连怼都懒得怼我了。老公，你快尝尝我给你做的饭吧。你怎么了，老公？如烟，我没吼你，我听见誓言在心里骂我在吼他呢。一大早的，真是晦气。等等，1周后外公70大寿，你陪我去。老公，我不能陪你去吗？誓言是我老婆，她必须去。知道了。走，我们换个地方。黄叔叔，里面请。里面请。我累了，我去趟卫生间了。你快点，今天一直在国外的贵客要回来跟外公贺寿。萧晨燕，他怎么会来？萧晨燕，他怎么会来这儿？不应该啊！他一个职业做鸭的，小姐脑袋都不可能出现在这种上流阶层的宴会上。别去了，贵客好像来了。我身体不太舒服，你自己去吧。你搞什么鬼啊？今天对外公来说很重要，别在这个时候闹。完了完了，我一命一世，难道叫哲总在今天吗？哎呦，小叶啊，你可来了！你父亲近来可好啊？父亲一切都好。伯父，今天我特意带来了父亲为您准备的礼物，为您贺喜。哎呦，你父亲还破费了呢！哎呦，来，快，谢谢啊！外公，这位是以前好像从没见过呀。哦，他呀是萧晨燕。当年我在国外大使馆工作的时候，有一次遇到暴乱，是萧晨燕的父亲啊亲自带人把我们给解救了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就跟他的父亲结为八兄弟。啊，对了，以后啊，你和妍妍要管他叫小舅。这才1周不见，包养过的负气男转眼间超级加倍，变成我老公的小舅舅。
在干什么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不要对我动手，不然不好收场。小舅好，我叫秦秋寒，这位是我的妻子诗妍。原来这位就是秦太太，倒是比传闻中的有趣，也更漂亮。听修成叶这么，怎么感觉他和诗妍认识啊？哎呀，我家秋寒啊，能够娶到妍妍，那是他的福分。福分？我前些天听说了秦少爷的花边新闻，就连我这个不上网的都听说，不知秦太太是否知晓？狗男人，他这是故意要我难堪吗？没想到个子那么大，心眼比针孔还小。都是那些营销号胡编乱造的。我老公有没有小三，我能不知道吗？算他识相。看来秦先生和秦太太还真是恩爱的很呢。当然。怎么感觉他想要吃了我？那晚求我的时候，可是一副失落小狗的模样。爷爷，快向小舅问好。这怎么能喊出口？感觉有种当众玩 cosplay 的羞耻感。小舅好。不必，你不用叫我小舅，像以前一样叫我就好了。不然回想起以前做的那些事情，倒像是在犯罪。大哥，求求你别说了。啊？怎么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，今天第一次见，可能是小舅认错人了吧？哦，对，有可能。小燕呀，很少到我们华国来，尤其是她的身份特殊，你们没有机会认识。身份是挺特殊的，这一表人才，竟也会做这样的职业。可能薄情寡义的人长得都有点像我。他和曾经对我始乱终弃的女人长得很像。什么？居然有哪个女人对你始乱终弃？且不说你们家的家境，单说你这长相，谁舍得对你始乱终弃啊？也不知道对方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别看我，要不怎么能说是薄情寡义呢？你说是吧，秦太太？是啊，小舅这么优秀，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识好歹呢？阿燕，你也别伤心，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来呀？如果你父亲没有给你安排的话，那以后伯父给你当媒人。先谢过伯父了。如果我在这里看到自己喜欢的，我一定不会客气。到时候还希望伯父不会生气，更不会阻拦。哎呦，瞧你说的，我怎么能生气呢？我祝贺都来不及呢，绝不阻拦。只要我不阻拦，你父亲也不会阻拦的。那小外甥会支持吗？当然，只要小舅喜欢，我肯定支持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还可以帮忙呢。无论是谁都会支持。当然，小舅选老婆，喜欢才是最重要的嘛。疯了，这个世界终究还是疯了。好，哎呀，别在这儿站着说了啊，赶快请坐吧。啊，走，请。干杯！谢谢，吃吧，吃，来吃菜。怎么，大庭广众之下就想坐你老公腿上？怎么了？抱歉，刚刚看秦太太没坐稳，本想好心扶一下，这一不小心力气大了，却帮了倒忙。萧晨言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没关系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来，咱们吃啊！出卖我的爱，背了良心债，把手拿开！那你就把我的联系方式从黑名单里拉出来。休想！拉出来了，可以了吧？小妍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去休息室休息一下。啊，那你去吧。
爷爷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是。还以为这辈子跟萧晨燕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了，没想到在秦修寒外公的生日宴会上碰到了他。看高老爷子对他的态度，这个萧晨燕身份一定不一般。完蛋了，我好像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人。萧晨燕，你进来干什么？你快出去！要是被别人看到了，我们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我们本来就不清白，还要怎么洗？我们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都沾染过彼此的痕迹。你现在谈清白，是不是太晚了一些？我承认，是我先招惹的你，可你明明不是做鸭的，却不跟我说清楚，还答应了我的包养要求，你也有错，两错相抵，我们算是扯平了，你以后别再缠着我。可是我的心已经被你拐跑了，这怎么能算扯平呢？除非你把你的心赔给我，这才算扯平。你这个人怎么耍无赖呢？我以前还觉得你是个好人，没想到你都是装的。老婆都要跑了，还怎么绅士？谁是你老婆？我有老公的。可是你老公的外公已经答应我了，他让我从这里挑一个老婆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公也说非常支持我，他说只要是我喜欢的，他都支持。这其中也包括你。老婆，找个时间跟渣男离婚。别叫我老婆。你老公的小三都能叫他老公，我为什么不能叫你老婆？你，老婆，别逼我。你如果再不离婚的话，我就去找高老爷和你老公要人。你别乱来。你让我考虑一下，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，等我离婚了，我再联系你。可是我等不了这么久，跟你分开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誓言，你怎么把门反锁了？快出来，寿宴马上开始，别耽误了时间。誓言，你在里面干什么？快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可要踹门了。我刚刚睡着了，做了一个噩梦，我吓哭了，我哭一会儿再下去。多大的人了，做噩梦还能被吓哭？快点，都等你呢。我不相信你嘴里说出的话，我只相信你的身体。刚刚你的身体告诉我，你很喜欢我。我先出去了，你注意点，等我先出去一会儿，你再出来，别被人发现了。哎呀，好，爷爷，来，帮我切下蛋糕。这个蛋糕啊，软塌塌的，老夫我呀，慌手慌脚的，害怕切碎了。姑娘家欣喜，你来切啊。好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高老哥，他看着像是害喜了呀。害喜？哎呀，这我也看不准，我来给他把脉。好。你怀孕了？我怎么感觉秦修寒看起来很高兴啊？旁边那男的是谁啊？看起来那么激动的样子，不知道还以为是他老婆怀孕了。我现在才怀孕1个月出头一点，半个多月前我还和萧晨燕在一起，如果被诊出怀孕和怀孕的时间，萧晨燕一定知道这个孩子是她的。我只是肠胃不太舒服，再加上这几天没有休息好，等我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是肠胃不好啊，那明天呀，赶快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啊。好。
谢谢外公关心，我一定会去的。原来她没怀孕，如果誓言怀孕，那我们之间又多了一条扯不断的纽带。非常感谢大家啊，来参加我的寿宴，大家吃蛋糕，吃蛋糕。好险好险，真不错，什么事情差点就暴露了。一场晚宴下来，我都像个边缘人物一样没人搭理。誓言身边却是众星捧月。誓言，你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，你该死！我早晚有一天会让你彻底消失。这孩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。萧晨言，他怎么会出现在我和秦修寒的婚房里？萧晨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跑来这里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秦修寒去收藏室拿茶叶，你如果不想被他发现，就别乱叫。你明知道他在家，你还敢这样？你就不怕被他发现吗？发现就发现呗，反正他不敢打我，就算他敢的话，也打不过我，怕什么？他不敢对付你，但是他敢对付我呀！你就这么不顾我的死活吗？放心，如果他敢对付你的话，我们就联手把他处理掉，如何？你说的处理掉什么意思啊？把他从人民变成人民碎片。疯子！小舅啊，我找到茶叶了。我找到了雨前龙井，你可以先尝尝，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再给你找其他的试试。他怎么在家里？外公说他在京市有点事情要处理，先在我这儿住一段时间。哦，我先上去了。小舅，你这嘴怎么受伤了？太饿了，没东西吃，试图把自己吃掉。萧晨言这明显是冲着我来的，我得想个办法让他死心啊！你怎么过来了？你在投资短剧啊？正好，我在东欧有公司，不如你跟我合作。好啊，既然你有路子了，我们可以谈谈合作。3-7分。小舅，你去哪儿参观了？他来了，你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！师爷，你看见小舅了吗？他刚才说四处参观一下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不知道。你对我态度能不能好一点？小舅还在呢，你就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？咱俩的事情要是暴露了，他要去打个小报告，你就属于违约。我怕我对你态度太好了，柳如烟要是看到了，她会说我勾引你的。如烟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她是不是这样的人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快滚！你凶什么凶啊？誓言，我警告你，欲擒故纵多了，可就没意思了。今天晚上说什么也是咱俩一起睡。萧晨言，你还真是不顾我死活，你当着他的面就敢这样？谁让你答应他今晚陪他睡的？我还在这儿呢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现在很生气，但是我很好哄，你哄一下。这还差不多。真是个疯子！少爷，柳小姐来了。一连好几天都不回消息，再不来该跟誓言擦出火花了。如烟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公，我太想你了，我来陪陪你。别闹，这几天我小舅在家里，要是被他发现了就完了。我可以假装是你家里的保姆啊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老公，你让我陪陪你吧。
那你就留下。这位是？她是我新请的做饭的保姆，手艺很不错，晚饭就是她做的。我们去尝尝。请。你们家保姆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只是想把椅子扶着，可我没有想到施小姐她动作这么快啊！下次注意点。小舅，她也是不小心，而且食盐也没摔倒，这件事就算了。我也是不小心，站了这么久，活动下筋骨，没关系的。少爷，我踢得好痛啊！少爷，没事吧？我带他去医院看一下。诗言，你陪小舅好好吃饭。走。这两个蠢货，平时就这么欺负你？我把他们当空气，谁会对空气发火？这个女人以后再敢欺负你，我就把她剁碎了喂狗。黑社会啊，这么凶。小舅，这么晚还没有睡啊？一个人睡不习惯，不如今晚你跟我睡。这不合适吧？咱俩大老爷们儿睡一块儿，挺奇怪的。你在忤逆我？不敢。那就上楼睡觉。你是怎么跑来我房间了？秦修寒说今晚要来我房间睡，你别被他撞见了。我给他下药了。什么？我怕他半夜醒来发现我们在，来打扰我们的好事。我跟你能有什么好事啊？就算你把他迷晕了，我也不会跟你发生什么。和你相处就是好事。我怎么了？我手怎么这么酸？你昨晚梦见什么了？摇了我一晚上，我都没睡着。什么摇？我不知道，你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好，都听老婆的。不准叫我老婆。那叫夫人。夫人也不行。那叫娘子。娘子是什么鬼？事不过三，你在里面选一个，不然这三个称呼我轮流叫。你少在这胡搅蛮缠。天亮了，秦修寒该醒过来了，快回去吧，别被他发现了。知道了。我有事需要处理，你们慢慢吃。小舅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老公，明天我就要进剧组拍摄了，你今天晚上能不能陪陪我？好啊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差点忘了，这柳如烟还是个小明星，也不知道哪个剧组这么倒霉。喂，烟姐，我们短剧女主角换成柳如烟了，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。你说什么？我马上来剧组。原来这个倒霉蛋是我呀！妍姐，柳如烟来了，去忙吗？看见了吗？只要是我想要的，修寒他都会给我，哪怕是你的东西，他也会给我。
记住你现在这个感觉，咱们剧里女主也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戏份。就按你现在这个演，你骂我？夸你呢。短剧啊，就是需要一种过于浮夸又十分造作的表演技巧，也是一种卖点。刘小姐，秦总有事在忙，抽不开身来接你，让我替他买一束花送给你，算是赔礼道歉。说今晚陪你。如烟，你结婚了吗？这花是你老公送的吧？你老公对你可真好，真是羡慕啊！哎呀，他真是的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搞这一套。萧晨燕，这个混蛋，可千万别来搞我呀！天哪，他长得好帅啊！这是我见过最帅的男人，又帅又高又白。他身上唯一的缺点就是缺点我了。他向我们走来了，不会是我上个月在月老那儿求的桃花显灵了吧？你跑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这儿除了找你，还能干什么？去车上聊吧，我不想在这里被围观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还好不是玫瑰花，柳如烟和秦府还在这儿。如果萧晨燕送我玫瑰花，我10张嘴都解释不清楚。本来想买玫瑰的，但是怕你害羞，就没买。那我还真是谢谢你。上车吧。天哪，这个大帅哥居然是来接誓言的！该说不说，他们的外形好般配啊！是啊，他们应该只是普通朋友吧？如果是男女朋友，就不会送向日葵了。谁说爱人不能送向日葵的？向日葵代表的是轻勿紧握的爱，坚定而执着，永不放弃。誓言，抢我风头是吧？这次你死定！你怎么来剧组了？我明天要离开京市回趟国，这次的时间呢可能会有点久，所以想在离开之前跟你见一面。我在月老庙求的，带上。我还让月老把你和秦修寒那根红线剪掉，然后系在我身上，打了个死结。你在国外长大，怎么还信这个？平时不信，但有的时候也要信一下。不过，如果月老不帮忙，那我就自己强取。我家里还有那么重的债，我不能拖累萧晨燕。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，我们俩这辈子都做不了夫妻。你去找一个可以和你修成正果的人吧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你休想，我不可能放弃你的。你的心，我会慢慢探索。你没休息好，好好休息一会儿吧。等会儿到酒店我叫你。这么晚了，誓言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会不会跟剧组的人一起聚餐去了？我今天在剧场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送了他一大车向日葵，然后呢，他就跟着那个男人上车了。你说誓言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走了？这……誓言在哪儿？他睡着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你是谁？我老婆的手机为什么在你那儿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我们做什么是我们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来管我们吧？我是她老公，她是我老婆，我怎么就不能管了？秦修海还是在意那个贱人。你和小三儿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？现在他和我在一起，你生什么气？你，喂，你是不是又要去找誓言了？哎呀，他一个人在外面，万一出点事，我不好跟爷爷交代啊。你是怕誓言出事，还是怕他出轨？誓言一个人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我怕他会有危险。你不要疑神疑鬼的，我不会喜欢他的。我不管，我就是不让你去找他。我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会担心誓言那个见钱眼开的女人？
秦修寒，为什么你的心越来越偏向诗言？不行，必须再想一个办法，只让你爱我一个。要不，你还是跟我一起去吧。快去吧，不然要误期了。不许再删我联系方式，不然等我回来就直接公布我们的关系，直接去抢人。知道了，我答应过你不会删就不会删，你还信不过我？好，等我，我会尽快回来。好。终于把萧晨烟送走了。那不是秦修寒吗？现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有人敢绑架？我不能不管秦修寒，不然就算孩子生了，我也拿不到秦家的股权。大哥，后面有辆车跟我们很久了，不会看到我们绑架了吧？柳小姐，我们只是陪你玩的一场游戏，可要是真有人报警，这可是绑架，我们可是会坐几年牢的。啰嗦！黑色宝马，那不是诗言的车吗？你认识？要甩掉他吗？没关系，就让他跟着吧。本想伪造一场绑架戏，在关键时刻救下秦修寒，好做使我救过他的事情。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，干脆趁机把诗言这个贱人除掉。我先躲起来，等会儿你把秦修寒身上搞点伤，等他快醒的时候，我再出现，佯装是我在救他。明白，明白。住手！臭娘们，敢坏老子的好事，找死！老公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如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受伤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在路边看到你被人绑架，我就追过来了。那些绑匪想打你，可我怎么能让你受到伤害呢？如烟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柳如烟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诗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太巧了，我也是在街上看到你被人绑架，所以跟过来。诗言，你该不会想说是你救了修寒哥哥，却被我冒名顶替了吧？诗言，没想到你死性不改，又想抢如烟的功劳，是不是？柳如烟刚刚根本就不在这，现在却突然出现，所以这是他自导自演吗？你不会真的相信是他救了你吧？不然呢？难道是你吗？诗言，你说谎也要打打草稿吧。这几个月你对修寒哥哥那么冷漠，你看到他出事会跑那么远来救他？那你说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知道了，这场绑架就是你自导自演，为的就是让修寒哥哥相信你救过他的谎言。是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为了得到我，不择手段啊！秦修寒，你的脑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够用啊！随便你怎么说。诗言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站住！老公，诗言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他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是你这个贱人，就该去死！诗言，如烟，老公，如烟，我腿好像断了。这一幕怎么跟10年前一模一样？他腿断了，我可没办法把他背上来。老公，你等我，我去找人救你啊！如烟，如烟，我背你上去。
不用你加好戏，如烟会找人回来帮我的。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要不是看在爷爷和秦家股份的面子上，我才懒得管。为什么现在的誓言看起来反而更像是8年前的那个女孩？我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先兆流产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我没什么感觉，我只是觉得小腹有一些轻微的胀痛感而已。可能是你身上其他伤更痛，分散了你的注意力。你怀了双胞胎，一定要多加注意休息，先住院观察几天再说。居然是双胞胎！爷爷呀，你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？爷爷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哎呀，都是修寒这个臭小子干的事儿，让你承受这么大的罪。你看，等他醒了，我不好好收拾他。孩子的事估计瞒不住了，现在时机正好。爷爷，您别生气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。是吗？你怀孕了？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誓言，你怀孕了？国外旅游时怀上的。不，你怎么可能怀孕呢？确实是怀孕了，还是双胞胎呢。小孩，爷爷怀孕了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开心，开心。爷爷，您身体也不好，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告诉大家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誓言，8年前救我的那个人是你，对吗？秦修寒，你终于长脑子了。我以前不相信你，是因为你拿不出任何证据。你说的那些话，如烟也都知道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被救之后一直在抑郁，但凡有耳朵的人都会听到。柳如烟知道这些事情有什么奇怪的？那当时我去学校找你，你为什么不和我相认啊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认识8年，结婚3年，你但凡睁开眼睛看看，你也不会被柳如烟蒙蔽至此。对不起。哎呀，太惨了！看看，对，就是从这上面掉下来，够惨。这太严重了，这有人报警啊！秦修寒，当年我妈去世的时候，只有你给了我温暖，所以我在你身边陪了你整整3年。可这3年，是你一点一点亲手把我们之间的羁绊给磨没了。现在一切都完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出去吧。不，誓言，对不起，你把孩子打掉，好不好？我不介意你有过其他男人，我也会断了和如烟的联系。我们可以抛掉一切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谁稀罕跟你重新开始？况且我现在已经怀孕了。你可以打掉孩子，重新怀我的孩子。你还真是个畜生啊！誓言，爷爷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说过你爱了我3年，为什么说放弃就放弃？难道那些年你对我的爱都是假的吗？秦修寒，我们结婚3年，无论你对我有多么的冷漠，态度有多么的恶劣，我都可以不计较。直到那天，你把男人带回了家，我才发现，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。我可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啊！我那时候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你给我滚！誓言，滚！誓言，滚出去！为什么会这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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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明明对别人都谦逊有礼，为什么偏偏对他态度这么差？还把最恶劣的态度给了我最爱的人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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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老公你怎么了？我刚听护士说，诗妍那个贱人怀孕了，是真的吗？哎呦，舒妍，老公，你先告诉我，诗妍是不是真的怀孕了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碰她的吗？你为什么打我？老公，你不爱我吗？住口！以后你不许这么叫我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难道就因为诗妍她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就不想要我了是吗？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现在这样对得起我吗？你为我付出了什么？你说呀！你为我付出了什么？是演技吗？老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如果做错了什么，你告诉我，我会改的。看来师爷说你的那些话果然是真的。你如果把你生活里的那些演技用在演戏上，你早就拿影后了。老公，是不是诗妍和你说什么了？她是不是用孩子威胁你，不许和我来往？滚！少用你的脏手碰我！你自己干了些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老公，秦修寒，诗妍，都是你害的。事已至此，我不能再跟萧晨烟继续下去了。想我没？怎么了？秦修寒让你不开心了？萧晨烟，我怀孕了。我的？不是，是我老公的。上次你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备孕，为了不混淆孩子的生父，所以才一直拒绝与你亲热。所以呢？你想和我断绝关系？你想继续下去也行，毕竟我的身体很喜欢你。那你的真心呢？我的心喜欢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关系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孩子我也会生下来。是，你可真狠心！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人，才会把我的真心这么践踏？萧晨烟，对不起。诗妍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老婆，你回来了。我让王妈教我做了几道菜，你尝一下，看合不合胃口。如果合胃口的话，我天天给你做。你这唱的又是哪一出？对不起，我自从下厨才发现，原来做菜这么麻烦。过去3年，你天天给我做，我却不知道珍惜。我吃过了，你以后也不用给我做，我不会吃的。老婆，你是不是在惩罚我？我以前也对你说过同样的话，这些话确实是太伤人了，对不起。我过去都是被柳如烟蒙蔽了双眼，所以才对你态度这么恶劣的。柳如烟也有错，但你被她随便挑拨2句就那么对我，你也有问题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会努力弥补的。不需要了。还有，别叫我老婆，恶心。老婆，你怎么又来找我？我不是让你别来找我。修寒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抛开救命恩情不谈，你对我难道就没有一丝真感情吗？都是因为那个野种，对不对？自从你知道她怀孕了之后，你就对我变了态度，都是那个种干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我们就能回到从前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让事情回到正轨。如果誓言生下那个孩子，那他和外面那个男人的牵扯就更深了。所以他的孩子不能留，但我不能自己动手，否则誓言知道了一定会恨我，所以只能利用柳如烟。胎儿一切正常，再过1周就能稳定下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，少主？誓言地位消失了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要去找他。可是
国外一直针对您的那波势力正在追踪您的下落，一旦您露面，一定会受到他们的围追堵截。诗妍是我的女人，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的话，那还不如去死。通知下去，翻遍整个京市，也要找到诗妍。是，快点开车。你醒了？这是呢？你要干什么？柳如烟，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当然是要把你肚子里的野种打掉！贱人，凭什么怀上秋寒的孩子？柳如烟，你敢这么对我，秦秋寒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怀上这个孩子，吸引了秋寒的注意。只要我把你肚子里的野种给拿掉，秋寒就能重新回到我的身边了。动手！不要！不要！放开我！不要！住手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是你派人绑了妍妍，李维特，给我好好教训他。到底是谁？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我们少主是谁，你还不配知道。跪下！放开！放开！小沈岩，你终于来了。妍妍，所有伤害妍妍的人都给我付出代价。是。那个男人是谁？他为什么会来救诗妍？他怎么还没有醒？少主，您先别着急，医生说少夫人只是受了惊吓，很快就能醒了。妍妍，你不能有事，是你教会了我第一次如何爱人，你快点醒来。小陈岩，怎么还哭鼻子啊？妍妍，你醒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，不过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你哭鼻子的样子看起来好眼熟。妍妍，你记起我来了吗？你看这个骷髅头，你是当年那个被人欺负的小孩？我找了你很多年，在华国几乎快放弃的时候，被你找到了我。原来我们的缘分早就已经注定了，没想到当年伸手救下的小男孩，竟然会把我记这么久。同样是救命恩人，萧晨燕和秦修寒简直是两个极端。那你现在对我这么好，是因为要报恩，还是？在遇见你之前，我是想报恩，但是遇见你之后，我开始爱上你了。那你一开始是怎么认出我来的？还有，你带来救我的这些人是？妍妍，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……小陈燕，你怎么了？他这是怎么了？医生，医生！他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少主最近一直和国外的一股势力明争暗斗，处境十分危险。这次为了救您暴露了信息，当我赶到的时候，少主已经受伤了，却根本来不及包扎就去救您了。小陈燕，你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吗？
肖总的伤势暂时稳住了，只要熬过今晚，情况就会好转。小陈爷，早知道是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之前就不口无遮拦的说那些话了。我说什么不爱你都是假的，你快醒过来，我说给你听好不好？师爷，你在哪儿？赶紧给我回来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又跟那个野男人在一起？我不允许！你赶紧给我回来！你允不允许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你的奴隶，想做什么不需要你的同意。师爷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不要和那个男人过夜。算我求你了，我难道就那么罪无可赦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你对我的爱难道就那么不值钱吗？轻而易举的就能放弃？小陈爷，你醒了。妍妍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手怎么这么凉？你守了我一夜。我怕我一闭眼，你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也要好好休息啊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。小陈爷，以前我说我不爱你的那些话都是假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，但是你要照顾好你自己，我不喜欢你病殃殃的样子。你昨晚也没休息好，陪我一起睡。好。少爷早。夫人昨晚一直没回来吗？夫人昨天不是跟您一起出去的吗？师爷，我都这样卑微的求你了，你竟然还彻夜未归，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少夫人回来了。昨晚接你走的那个男人是谁？他是不是你腹中野种的父亲？你们俩昨晚都干了些什么？再从你嘴里说出一次侮辱我孩子的词语，我听一次打你一次。你居然为了那两个野种打我！我说过，你侮辱他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你可以继续说，我也不介意继续打，看是你先受不了，还是我先打不动。难道在你的心里，我都比不上这两个没出生的野种吗？你那么维护这两个野种，是不是喜欢上了那个奸夫？对啊，我就是喜欢上他。遇见他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美好。原来我也值得被人珍惜。说起来，还要多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对我这么残忍，我也不会被你一步一步的推向他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多谢你那600万，让我们从露水情缘变成了真爱。小野，我后悔了，你能不能把心从那个男人身上收回来？我不介意你和他睡过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秦秋寒，我们结婚3年，这3年里，我给了你无数次机会，是你不珍惜的。以前是你不要我，现在是我不要你。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我们还是按照约定，只要你爷爷一死，我们就离婚。不，他肯定是为了钱才和你在一起的。他对你的好，对你的喜欢，都是为了骗你的钱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他给我的比我给他的更多，
他肯定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，等你彻底上钩了，他就开始向你索取，把你骗得一无所有。你别上当了。那感情好啊，我现在除了一身债务一无所有，他要是能把我身上这身债务都给骗过去，我不仅这辈子跟着他，我下辈子还要继续缠着他。少夫人且慢。少夫人，您现在身体不便，不能一个人离开别墅，所以请您不要随意走动，在家好好养胎。软禁我？我没有要软禁你的意思啊，我是怕你被骗，怕你有危险，所以把你留在安全的地方。秦修寒，你以为把我关起来，让我不能跟他见面，我就会对他感情变淡，继续爱上你？我告诉你不可能，因为在我遇到他之前，我就已经对你死心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别逼我再打你。如果打我能让你开心的话，那你就打我好了。神经病。妍妍，这段时间你就安心留在别墅里养胎吧。等我揪出那个奸夫，再把他处理掉，我们之间就不会再有阻碍。不好意思，萧晨妍，我今晚不能去看你了，你自己好好休息，等我有时间了再去看你。喂，是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你别想太多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知不知道师爷是有老公的？你明明知道她有老公，你还勾引她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还有没有羞耻心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师爷的老公，是金氏秦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以后不准你勾引我老婆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有意思，你让自己的妻子为你和你的小三儿打掩护，就是有羞耻心。谁允许你抢我手机的？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你和柳如烟，也请你别来干涉我的私生活。别理他，他现在脑子有毛病，一天到晚不干人事。我没放在心上，当猴豆豆也挺有趣的。怎么，是他不让你出门吗？没有，你别瞎想，先好好休息，等我有空了再出来见你。知道了，等着，我去接你。你别乱来。这个奸夫还真够狂妄的，居然还想上门来找你。秦家的大门是他想进就能进的吗？行，我倒要看看这个人是谁。辛修寒，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们签的婚前协定是你亲自提出来的？我们可以在婚姻存续期内各自寻找自己的真爱，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。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我真正想娶想守护的人。如果你当初多坚持一点点，我们早就有了爱情的结晶。以前怪柳如烟，现在怪我，你是唯一纯白的茉莉花啊，真让人恶心。我不想看了。师爷，给我滚！萧晨言不会真的要来吧？你千万别来，等我找机会去看你。出来吧，我已经在楼下了。你真的来了？我说了会来，就一定会来。但是我现在出不去，别墅里都是保镖，他们不让我出去。现在没有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那我现在出来找你。那些保镖真的不见了。萧晨燕，你好厉害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出不来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以为你也没有办法，一个人烦总比两个人烦好。不过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别墅里那些人还有保镖都去哪里了？柳如烟最近不是消失了吗？
我这举报可能跟秦秀涵有关，然后警察就把他带走了。至于那些保镖嘛，可能是涉及非法集会。真有你的！好久都没有看到柳如烟了，会不会真的跟秦秀涵有关系啊？我说，你有时间，不如多想想我。他们已经想你很久。这萧晨燕真是哪哪都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。大早上就开始惹火。妍妍，你怎么了？他们动了，你感受得到吗？啊，我感受到了，他们在踢你。他们已经好久都没有踢过我了。他这么喜欢这2个小孩，他真的对秦秀涵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师爷，你居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跟那个奸夫离开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不同意！我告诉你，假结婚又怎么样？孩子不是我的又怎么样？只要我一天不同意，就休想跟我分开。爷爷，爷爷，师爷，爷爷晕倒了，我现在送他去医院。你要是还想要股份的话，就现在给我回来。秦爷爷晕倒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你理那个糟老头子干什么？你就不怕秦秀涵再把你软禁起来？你放心，秦爷爷在，他不敢对我怎么样的。况且，我不是还有你吗？惊爆！知名女星柳如烟因为涉嫌犯罪，代言全部取消，还面临1000万违约赔款。师爷，秦秀涵，你们俩害得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是不会放过你，尤其是你，秦秀涵。既然你无论如何都不肯娶，那我就帮你生个小叔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人。这辈子你都休想摆脱我！小东西，柳如烟，怎么是你？你要干什么？闭嘴！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秦秀涵，师爷，我们走着瞧。啊！你说什么？爷爷怎么会怒火攻心昏迷的？是谁让他动怒的？根据昨晚的监控，只有柳如烟一个人出入过老爷子的病房。柳如烟，她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来找我爷爷！我爷爷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会让他生不如死！你们赶紧抢救，我马上过去。爷爷，您醒了？没事吧？爷爷，都怪我识人不清，让柳如烟那个贱人把您气成这样。他有对您说什么吗？或做什么吗？没想到我老头子一把年纪还能遇到这种事，这让我怎么开口，简直难以启齿。没什么，就是他说了一些过分的话，我一时气没有转过来。
还有爷爷怀孕了，这可是我秦家的大喜事，我一定要举办宴会告知众人。好。Some days just seem so lonely, filled with them. 各位，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借着这个高兴的日子，我要宣布一个特大的喜讯，那就是我的孙媳妇儿诗妍，她怀孕了。哎呀，再过几个月，我就要当上曾爷爷了。恭喜恭喜啊！她竟然怀孕了，完全看不出来啊！恭喜啊，秦老爷子，你们秦家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！谢谢了！你不仅要当曾爷爷了，你还要再次当爸。这不是女明星柳如烟吗？前几个月好像因为当小三的原因被封杀了，她现在怎么当起了服务员？对，就是她。她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她是说秦老爷子要当父亲了？疯了吧？秦老爷子都75了，怎么可能还能生啊？柳如烟，这什么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怀了秦老爷子的孩子，我当然是来让孩子认祖归宗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看你这大岁数，我说他在说你啊！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爷爷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可能让你怀上他的孩子？你这是在污蔑！保安呢？快把他带走！我有没有胡说？你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这是真的啊！是真的，是真的！天哪，这你看看爷爷，柳如烟真的怀了您的孩子啊！这，爷爷，都怪我识人不清，如果不是我招惹上柳如烟，我跟爷爷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他也不会为了报复我找上你，把你害成这个样子。爷爷，你醒了。没想到秦老爷子会被柳如烟气成这样，秦氏的股份我还能拿到吗？爷爷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宴会上的事情不会有人说出去的。来，爷爷，我知道都是小韩对不起你，不怪你。爷爷，这件事情我也有错，我不应该瞒您这么久。我恐怕是快要不行了，在临走之前，能不能请你帮我办一件事？您说。我想让你把你外婆的骨灰带过来，让她陪我走完这最后一程。等我去世了，把我们俩的骨灰都葬在秦氏祖坟里。你说什么？爷爷，我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喜欢过我外婆，但我外公现在还在世呢。您这样的要求未免也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你外公根本给不了你外婆幸福。再说了，只要我愿意，没什么不可以。既然是爷爷的愿望，就按照爷爷说的做。我不想爷爷留下什么遗憾。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分鼎盛集团10%的股份给你。抱歉，我没有办法替我外婆做决定。如果你真的想跟她合葬的话，那就等您死后下去问我外婆。如果她同意，那您让她托梦来告诉我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帮您达成您的愿望。秦家真是没有一个好人，亏我还觉得秦老头子是个好人。不好了，爷爷，刚秦修寒带人来，说要带走你外婆的骨灰，你外公宁死不从，现在要不行了。你说什么？外公，
爷爷，外公，怎么样了？妍妍，你也回来了，你就答应秦家的要求，让你外婆和他合葬。外公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有些话就像秦修寒说的，我们家根本没有资格选择，欠了那么多的外债，再拿不到秦家的股份，迟早我们家都会入狱的。我这一辈子欠你的够多了，我不能再让你下辈子活在地狱里。不，外公，我不会答应他的，你相信我，我现在就去想办法，怎么样？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？妍妍，少夫人好。萧晨燕，你到底是……妍妍，如果早知道你是因为外公家里的原因，才强迫自己留在秦修寒身边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这么多委屈。少主，施家破产的事情已经尽数解决，施家被抓的人很快就能被放出来。另外，钱家那个老头子简直是罪该万死，你可以肆无忌惮对他下手了。真的吗？这些资料都是真的。当年施家破产，就是秦老爷子在后面动的手。没错，他本来想以此要挟你的外婆，可没想到，不想你的外婆意外去世，所以他将矛头转向了你，想让你替秦家生一个继承人。秦家这群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我要他的命！爷爷，我想通了，我愿意把外婆的骨灰交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先把股份转让协议给签了。转让协议，我早就已经让人写好了。现在能把你外婆的骨灰给我了吗？好。妍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年轻的时候辜负我外婆，现在又气死我外公，你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跟我外婆合葬？你这种人就应该下地狱！怎么了？这都受不了？我还没有说完呢。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吧？可惜秦修寒是不会让他出生的。我？你想说我的孩子啊？你看清楚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秦修寒的。说起来，还要多谢你给他们每个人多留了5%。医生，我爷爷怎么样了？家属请节哀吧。
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你醒醒啊！爷爷，爷爷。我知道了。秦老爷子去世了。秦老爷子死了？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可以和秦秀寒离婚了，我就可以转正了？其实按照秦修寒和柳如烟的说法，你从来都不是三。这句话我比较熟悉。华国有句谚语叫做“不被爱的才是三”。你怎么连这种文化糟粕也知道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我是朱还是墨？你是朱。你才是猪！师爷，你是不是也太狠心了？爷爷去世你都不回来看一眼。我没把他骨灰扬了，就已经算是够给你面子了。师言，师言，过去的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既然你能回来，我相信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来是跟你离婚的。我不同意。你要是敢离婚，我就……你就要怎么样？秦老爷子已经去世了，我们就应该按照约定离婚。是不是因为老爷子去世了，秦家要倒闭了，所以你要离开我？放开！秦家不会倒闭的，你别忘了，我外公还有国外的势力。对了，我还有小舅，他很厉害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是吗？小舅，你来的正好。师言，你看见了吗？我小舅来帮我来了。帮你？我是来帮我老婆的。你们，你就是勾引师言的那个野男人。什么野男人？你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。我们早就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我跟萧燕晨在一起，合理、合法、名正言顺。所以早在你一开始怀孕的时候，我就像一个傻子，被你们两个玩团团转。这要怪啊，只能怪你自己，又蠢又傻，错过了诗言这么好的女孩。恭喜施大小姐脱离单身。那也恭喜萧少主小三上位成功转正。怎么了？我好像要生了。送你去医院。别担心，家属止步。不好了，现在产妇危险，需要紧急剖腹产，上麻醉。少主，据我所知，少夫人怀的并不是您的孩子，您为何如此紧张？住口！以后不许说这样的话。就算是石岩怀的不是我的孩子，对我而言，只要是石岩的，我都喜欢。小陈言，谢谢你。其实你先听我说。石岩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知道你有很多苦衷，
但是我真心想守护你和孩子的安全，所以，请你给我个机会。小陈烨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值得。他们其实是你的孩子。你是说他们？没错，我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人。原来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